大家好，我係紐約馬拉威，我後邊呢就紐約市嘅南加德 Airport 啦。尋晚夜11:40嘅時候，有一部加拿大航空飛機咧落機嘅時候撞上一部救火車，當時嗰兩個 pilot 咧就當場死咗啦。咁機上咧就再有72個乘客同埋4個機組人員，咁咧就有41個受傷。然之後咧就依家咧收翻最新嘅新聞就係31個已經出院咗，其餘嘅咧就有重傷啦，同瞓響院度。依家嗰部飛機同響度啊，同停響嗰度。依家呢個機場咧閂咗啦，閂到。呢個意外點會發生嘅咧？係因為當時有一部飛機機艙入邊有啲味道，需要消防員過去檢查。所以塔台允許佢經過啲跑道過去，但係塔台咧已經忘記咗有一部飛機準備降落，所以咁就撞上咗啦。而家咧就係星期一3月23號2026年啊！依家咧就下晝2點鐘，呢一班人咧就係嗰啲新聞記者嚟㗎啦。然之後後邊咧呢啲車咧同埋呢啲帳篷咧尋晚夜半夜已經喺度搭棚㗎啦，已經開始喺度錄影㗎。呢啲全部都係新聞記者嚟嘅。家陣咧就下晝2點10分。咁依家呢個機場咧就要準備開通㗎啦。從尋晚11:40發生意外到呢家下午2點鐘啦，就總共關閉咗成14個鐘啦。咁依家咧機場已經開通咗，咁咧就依家我拍攝到嘅咧就係第2部飛機飛上天啦。